啲蝦堪打臘腸月餅咯，有一個鴿仔咯，有一個魚公河咯。我哋煲係呢啲大骨湯嚟咯，但係煲到佢出味，出味可以差幾個鐘咯。但係口唔食得嘅啲，香啲咯，煲湯香啲。10幾歲嘅時候開始，我老豆都養開噶啦。中意食蝦咯，有時食蝦堪蛋啲咯。不過我哋搬過嚟呢度有9年，應該有9年咯。而家我養碟嘅時候咧冇湊鴿仔嘅，呢度咧開始咧先有鴿仔，有蝦堪蛋多咯，有時呢啲鴿仔咯。大馬買翻嚟，所以全部嘢都係新鮮嘅。係邊邊嘅啦嘛，蝦嚟係邊邊嘅。30幾哦，10幾歲咗。當阿叔教我哋點樣嚟好細個嚟喎，喺度讀書咯。